新技术今仔开始伫台北南港的展览馆举办的机器人甲自动化设备的展览，有真侪新的科技。刚刚推出的研磨抛光的机器人化声就当开始操作，佮有啥物款厉害的机器人，咱做伙来看卖。 请进行水五金的研磨。这台机器人接到有音的指令，随开始搓磨、幼磨，透过软硬体整合的技术，会让甲比白天定3倍钛金属的人工关节磨甲更加久，予伊使用期延2到30年。另外，亲像灶卡或者是便所所需要的水五金的器材，会让用伊来磨甲较幼。例如说，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这些水五金这些东西它只要把那个形状把它设定好了以后。 它在里面手臂会自动去找到不同的工件、不同的刀具来做磨。工研员讲，这台世界首创的磨油的机器人，已经吸引国内外真侪自动化设备的大厂。伊的特色是透过语音，就让伫咧5秒钟内部署生产线制作流程。就连要换生产线，也只要1点钟。 现场吸引大家注意的，一个这台全台湾首创上快速组装的关节机器人，透过伊多调式的组装，会当配合少量多样或者是弹性的产业需求，会当运用伫咧手机、3C 产品的生产线，完成组装或者是焊接检测等工作。从第一轴开始组装到最后一轴，它所有的工序大概就要花掉1天的时间。像这一只6轴的手臂，我组装5次，所以说每一次1分钟，我只要5分钟就可以快速上线了。辅导或者是说寄转给相关的厂商了以后，可以来提升我们在机器人的这个产业方面的这个技术的能量，然后在全世界在智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底下能够在商机方面可以占有一席之地。 经济部技术处讲，根据市场调查机构报告的预测，全世界工业机器人市场的规模，2028年将会增加到814亿美金，甲去年比是并倍成长。希望透过这边的展览，协助机器业者设立高阶市场供应链，让因伫国际竞争更较有优势。记者综合报道。